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中国配偶失去原籍证明补件到今仔日为止，陆委会统计有超过2000个中国配偶是无甲政府联络。有7个民众烧焦去新竹县五峰乡换手，其中一个38岁男性丙醇，当地溪水真串流，落尾是渡水死亡。新北市18尖山24尊观音菩萨像有一尊佛像竟然无去，因为无文书的身份，在地是要求纳入保护建立机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30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关心的就是中国配偶失去原籍证明的补件申请，是到今仔日为止。咱的陆委会是公布统计，讲即卖呢，要是有超过2000个中国配偶是无甲政府来联络的。移民署强调讲，只要你有展现出愿意处理的态度，安尼就袂甲因的户籍来注销。陆委会也表示讲，会透过地方政府也有行政机关等等，先找到人，目前是无设定最后的期限。陆配报告总是原籍证明申请6月30日为止，陆委会副主委林文杰一日捌公布统计数字，已经交证明文件有5534人，经过移民署同意估计，延期人已经有2572人，长期住伫海外还未回国人有1803人，还未甲政府联络人有2237人。基本上目前为止还没有联系到的2000名的陆配的部分。只要他展现出这个他愿意去处理的意愿跟行动，那对于注销户籍这种重大的事件，我们不会尽予去做处理。我们目前是并没有设定一个这个最后的期限，确实还有一些真的是联络不到的人，那我们会透过地方政府、户政机关和警政机关，然后想办法把人找到。移民署也强调，这4年陆配有可能是伫台湾无生囡仔，是较年岁大的豆大人、孤老、弱势或者是有资讯落差，会尽一切力量，包含透过健保资料或者是个案单位找找到了脑电很意愿处理的态度，原则上特别直接注销户籍。那我觉得一开始政府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要先沟通、积极辅导的方式去做这个，而不是用这种强烈的手段。当然，这是我期待这些政府在做这些政策上面能够更关怀一下这些姐妹。陆配团体是建议，拄这个事关重大，移民署或者是陆委会处理相关的事项，应该给一寡谨慎。希望未来政府推动相关政策，应该先甲民团沟通，找出适合的解决方法，用积极辅导的方式，唔是强硬手段，避免一开始的资讯落差，才袂互陆配心内惊吓。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就开始烧热，这天气咧嘛来进入高温烧热的形态。中央气象署表示讲，今仔日在北部高温是有37度，原来这礼拜是拜四上介热。这民众除了注意高温，其实嘛着细腻，这过到了后是会落西北雨，甚至以南也有中南部山区，这雨会落较大阵。今天开始，其实温度就已经比较偏高了，尤其是在大台北这边，其实就已经有机会来到37度左右。同时，包括比较容易有高温发生的中部、南部的内陆地区、花东纵谷，其实温度上也有可能来到34到36度之间。我们目前有针对了大台北、高雄跟屏东发布高温资讯哦。那其他地方温度只要上升的也比较快，也不排除会有高温的36度高温以上发生的可能。那这气象署是表示讲，最近呢，伫南海到菲律宾东边，这低气压带呢是继续来发展，是真符合大气的条件，也就是讲，这礼拜有可能会来出现1个至2个风台，目前是还阁咧观察，看起来是应该袂入来到咱台湾。气象署是提醒乡亲，这热浪就是风台的季节，所以就要注意即时的气象资讯。好，另外来关心的是，这极端气候对全球是造成真大的冲击。伫欧洲呢，真侪国家是热到要害去，亲像法国的南部，这温度是升到超过40度。也那中国的贵州是落大雨做大水，灾情是真严重。目前这大水雨的范围已经登去到这个四川，所以当地居民是赶紧撤离。
对岸的所在看落去，四季拢淹水，本来停车的地下室也变做大型的游泳池。贵州阳江县伫最近做大水，一礼拜内2遍大水，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官方发全城的警报，叫住伫咧7大洪区的居民刷去较悬的所在避。大水消退了，民众的厝内拢乱糟糟，趁着天气较好，大家赶紧清理。不过，本来伫咧贵州附近的大河区域开始转向四川。中国官方29号发3防灾害顶级相关的红色气象预报，即马已经有要甲3万的居民提早转去较安全的所在避难。这场大雨也影响到附近的重庆市甲云南省，各地拢严加戒备。中国真侪所在做大水的时阵，极端气候也影响全世界。伫欧洲天气热到挡袂调，北国南部已经超过40度。Avant de sortir, je douche ma chienne, je me douche, et puis ma foi, je rampe, je marche à 4 pattes. J'en peux plus de cette chaleur. 希腊的首都雅典因为天气有够热，官方开放7个有开空调的社区中心，互民众来遮纳凉。真侪人来遮开讲行期消磨时间，不过专工来耍的游客也是来照行程行。We are all from Pennsylvania, and we've never really experienced a heat wave like this before, so we're all very hot, and all of our skin is very sensitive. 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家天气拢正热，民众是热加挡袂调，有人食冰消凉，天气打扫也增加发生野火风险。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咱台湾的这核三厂今年5月17的时阵已经停放，这也代表台湾已经走向非核家园。也毋过这停放才拄过3天尔，那边也立委就伫咧5月20的时阵提案要来停放核三厂，这互环团是无法度接受，所以今仔日去到立法院来抗议，认为咱台湾会当能源转型是真无简单的代志，无应该因为政治的操作又搁翻头行倒转去。想要让已经运转40年的核三续命，你们根本就是全台湾最大的诈骗集团。屏东核三厂5月17才拄一，南北立委就随举办重新启动核三厂的公投，引起环团不满，把伊伫立法院头前演出行动剧。环团表示，核三伫咧屏东地区运作40天，顶个月5月17才算全面拄一，屏东居民无简单会当正式脱离核能的风险，才过3天就要重新面对这个风险。民众党不管是前主席柯文哲或是现在主席黄国昌，都曾经对公众说过反对核能，而国民党的侯友宜跟朱立伦也明明白白的说过，没有核安，没有核电。但是现在呢，他们都把他们讲的话都说过就忘，然后呢，现在来说他们要重启核能。核三重新启动公投，伫8月23投票，环团爱民众徛出来投反对票，因认为5月17核三拄一了后，台湾真无简单，才食做亚洲头一个非核的家园。这几冬政府推动再生能源，电力来源豆豆行向安全、永续的能源转型，如今唔通因为政治的操作，互能源转型倒退路。过去几年来，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台湾再生能源发展其实不看好，但其实过去8年来，我们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成长了166%，发电量增加了200亿度，甚至是减少的核电比减少的核电发电量还要多。屏东县长周春美也坐界表达反对，伊指出核三运作40天，屏东人逐工拢活甲心惊惊，真无简单，才等到拄一，立法院就提案公投，实在真无尊重地方。万一若发生意外，屏东居民是第一线的受害者。呼吁公投爱考虑到地方的声音，唔通用全国的投票来决定屏东人的生命安全。记者第一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有7个真爱泛舟的民众呢，昨是烧酒去到新德县五峰乡来佚佗，结果其中一个38岁姓廖的男性是无说离去并存过，当地溪水也真错流，落尾是渡水死亡。据有人表示，该名溺者为进入到急流区域后翻覆，尝试3次自救未果，而后人舟分离，遭水下开口吸入。30分钟后，在下方300公尺后找到溺者。五峰分队到场后，立即给予 CPR 进行抢救，而后与2大队集结人力，于153栋搬运至道路上，交由员警跟家属处理。
那根据了解，这事故的地点是伫个上平溪的顶游这个所在。昨早起的时阵，姓廖的男性甲伊的朋友对五峰乡的青砖部落迄搭出发，预计是要过到和平部落，专程是有9公里遐尔长。结果煞因为这溪水真串流船并船，虽然讲伊有试过3届，想要甲这船搁并过来，也毋过拢无成功。就算讲有穿救生衫，嘛是互这暗流甲拖去，尾也是伫个离事故地点200公尺的所在找到人，也毋过人现场已经断开，救袂回来。这消防局是提醒民众，伫过船的时阵呢，爱找这个合法的水域，才通避免类似的状况。另外来关心的是4当前伫中华交友大楼的防疫旅馆呢是发生火灾，迄当阵有3个人过身，也佫有一个消防员是殉职。为着要互大家来重视这公共安全，也佫有消防的权益，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也佫为家属是来推动采纪念碑的活动。这站这座永保平安的纪念碑，就采伫中华火车头的头前。众人伫纪念碑头前哀悼对4年前殉职的消防员陈志鹏。2021年6月30日，中华交友大楼的防疫旅馆发生火烧，造成3位民众过身，1位消防员殉职的悲剧。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殉职消防员的家属，就来发起立纪念碑的活动，透过中华市公所提供场地，甲这座永保平安的纪念碑采伫中华火车头头前。这个碑它可以立起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的人真的很多。以家属的心境来说，我们会希望说未来这件事是可以就是避免的。但如果它能够一直不断的、慢慢的进步，那当然是是最好的这样。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交友大楼是消防法4名3权入法，是这执行调查权的案件。调查报告明确点出，消防、建筑管理等相关的制度有欠点，是真有指标性的案件。这阵交友大楼已经拆掉，希望透过纪念碑，让众人会记得这件火灾事故的教训。我们把碑文、把碑的意象，还有最重要的调查报告的本文，给立在了彰化火车站面前，让世人可以不断的记得这个真相。只有记得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去行动、去改变。消促会表示，为2014年到达，全台湾有46位消防员殉职，希望透过这个由民间发起的永保平安纪念碑，让政府单位会当真正重视公共安全甲消防权益，卖互消防改革只是咧画口号。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南投县的刑台伫中寮山区一搭较压贴的所在，去查到第3级毒品的制毒工厂，当地扣落来的成品甲半成品计共是有180公斤，3个制毒的师傅也现抓到。这个案件后手调查所发现，讲这工厂呢是国有的土地，目前3个制毒师傅也有金主已经照违反毒品罪甲因上班。警方将查甫人压制后来，佫连续抓2个人，因的身份是负责做毒品的嫌犯。地检署规个，你经济资料对无？南投县刑台县警去年5月伫中寮一个偏僻山区，查到一个贩毒集团抓3个制毒嫌犯，因讲是受集团请的。制作俗称喵喵的第3级毒品，当场查扣毒品成品甲半成品180公斤。于本辖中寮乡山区破获一处以制造第3级毒品喵喵毒品工厂，3名制毒师当场落网。警方也查出，这个工寮是由一个姓杨的金主向姓张的地主租的。今年3月成立，姓杨的金主率去5月掠非法租土地，予制毒集团的姓张的地主查扣税处契约书这证据。警方甲高山署人员去会勘，确定这工寮范围拢是国有土地，列为山坡地保育区，是农牧用地，依法免凊彩开发或者是营利。常年非法占用国有山坡保育地。私铺道路、搭建铁皮屋，并暗中出租给制毒集团牟利。县长的地主用每个月6000块计数将国有土地数字说服犯罪集团牟利。虽然伊讲加制毒集团无熟悉，暗过警方信号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甲刑法窃盗罪等罪，依上检方侦办，3个制毒的人甲姓杨金主目前已经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拢知影讲，这卤肉饭是咱台湾真有名的点心，也毋过呢，民间团体煞指出讲，这猪仔伫拍卖市场是受尽拖磨，而且伫运输的过程当中，嘛有真侪问题，甚至佫产生食安的疑虑。民间团体是去到农业部来抗议，呼吁应该来废除这款暂定的活体拍卖制度，来推动肉品交易的现代化。今年台湾受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证，已经毋是3种传统伫这疫情国家。不过，台湾的肉品市场有关是活体拍卖制度，有民团指出，这猪仔要抬进前在拍卖的时受到暂禁的虐待，这嘛违反动保法。民团嘛公布2024年至2025年的调查影片。每只猪都遭火花事件的电击棒电击，在成为人们的食物前，要经历惨无人道的暴力折磨。兵团指出，今年大约有600万只猪要送到拍卖市场，毋但对南部运到北部的过程，特别是对高速公路塞落来，造成运输风险，嘛增加碳排放。这兵团出面呼吁农业部要积极提出转型政策，重视经济动物的对待方式。从半夜屠宰到凌晨送到肉摊，卖到中午12点，这件事情可以不用有冰柜哦。我们是这样子在卖肉的，其实我们让整个台湾人民冒着一个很严重的食品安全的风险。根据联合国资料，全球有8到10% 的碳排，如果连这样一个落后、残酷又高碳的制度都不敢淘汰，那我们要怎么样说服人民要相信这个永续政策可以实现呢？兵团呼吁农业部赶紧对着国际现代化多体评级的交易制度卡步，互猪仔通对低调就近送到附近的屠宰场，避免长途运输，安尼嘛通减少碳排放，也会使降低食安抑个防疫的风险。兵团嘛甲定情书交予农业部。这个我们大家的陈情我们都有听到了，我们会带回去处理，然后审慎来研议，我们会妥善给个回应。针对民团提出的意见甲呼吁，农业部并无加做说明，敢若表示会早登去部会内底研究。另外，民团嘛呼吁民众加入联署，共同支持废除活体拍卖制度，推动肉品交易的现代化。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来看这诈骗有影是抓袂了，亲像新北市兴代呢是查到一个诈骗集团的电信控房，这嫌犯是以3000块的代价来大量买人头的信卡，搁再背后柬埔寨的诈骗集团生出赖的假小号来骗人。这警方对今年4月来展开专案的行动，这清查超过有2000人受害，而且财损已经超过100多亿。迄个小组甲门弄开，就去搜查，查到一个姓陈的主嫌，伊去柬埔寨学几个届，倒来台湾做诈骗犯罪。这个涉案的诈骗集团，毋但会骗民众，都连招募车手嘛共骗。因咧找车手，煞是包装做有外送员的货。即嘛，阁有不法集团会考验车手对因敢有失踪，假扮假的被害人跟自己的收水成员，来让这些新进的车手取得赃款之后，来确认他们确实的有把这些赃款交给收水，就是他们的上游的成员。警察摆好伫咧车底，发现因甲食的物件为楼骹吊起哩，到因咧藏的所在。诈骗集团毋但要预防拆掠拆，嘛惊因的行踪会曝空，所以避起来毋出门，较袂去互警方挡到。即嘛要是去互查出来。这个集团是以每次3000块的一个代价收购人头卡之后，再以6000块的到8000块不等代价。授予国内以及在境外这些柬埔寨或是缅甸的机房作为诈骗的一个联络一个门号。新北市警方为今年4月开始展开专案行动，抓到超过150个嫌犯，清查到的受害者，红拐去假投资等等的诈骗人数有甲2600多人，财产的总损失有甲109亿。节电行动的专案主要的对象包括电话卡商、诈欺机房。还有诈欺的控房，以及这个前客，以及控车，还有面交的车手，都惊有搁较侪人受害。警察嘛为同仁的记录，一个一个敲电话问，有找到255个潜在受害者。警方提醒，即马伫咧并购进前，诈骗集团甚至会送乌鱼子等等高级的礼盒，要来降低民众的戒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前一阵仔呢，是为着要来防止诈骗，所以推动 ATM 领钱，就爱把这喙暗留落来。调丰银行嘛，伫 ATM 来引入 AI 的技术，这领钱的时阵，若准挂喙暗，滴安全无甲伊的面呢拢暗咧，安尼呢也是讲咧讲电话，看起来人怪怪 ，ATM 就会等警报。
这查甫人正伫超商内底自动柜员机 ATM 一直领现金，家庭中央一直换提款卡，也搁一直四界看，引起正伫休假的警察注意。通报线上的警网支援了后，成功来抓到这个诈骗的车手。为了防止自动柜员机 ATM 将做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调丰银行立即开始将部分的 ATM 导入 AI 面部早期辨识的技术。因为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要注意，即便你伫使用 ATM 出现挂嘴暗，也是伫安全无加面查到系统就发出警示声音。另外，有哪听手机啊，哪操作 ATM， 也会触发这个警示声音响起。您正在使用手机，提醒您近期诈骗猖獗。旁边假如说很多人的话，一起看过来，确实就是蛮尴尬的。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遏止一些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样还不错。根据警政署打击诈骗仪表榜显示，今年1月到5月诈骗受理案件超过7万件，损失金额将近大约400亿。除了调丰银行甲 ATM 安全机制升级，5月中台南市府伫辖区的20个热门地点也加装嘴暗 ATM 辨识系统。民众伫 ATM 领钱的时阵，必须暂时甲嘴暗抑个安全帽摕落来，面部五官拢会看会到，若无会出现警示声音。试办1个月已经看到成效。透过车手在 ATM 提领的次数和金额稍微有下降的状况，那后续呢来观察看看我们的一个示范的成果。在某几个这个车子容易取款的点里头，就可能人数没那么多 ATM 里头，才做这样的配置，比较有多因素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验证，我就会比较好一点。治安专家讲，银行导入 AI 面部查起来辨识技术，若真正出现犯罪行为，应当作影像证据提供。不过事先上好加做宣导沟通，避免民众因为挂嘴暗这习惯而出现无方便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金融的消息来关心的是，即马台票换美金呢，即礼拜市场认为讲，要是有可能会起到28块。根据了解，即马央行是来扩大查外资的金流，了解因买股票的内容，也要知影讲因敢是有伫股市趁钱了后，佮大甲这美金卖出去，对当中加付一笔钱。33新台票对美金汇率开盘29块1角6，升2分，也毋过10点过了后，大型出口商会当进场抛汇了后，新台票对美金汇率慢来到29块4分，8升超过1角。市场有期，就算央行这礼拜想要收掉29块，有望可能出现28这个数字。全球的美元指数没有再持续的弱势的话，那接下来台币呢，就可能呢，在这边呢开始逐步的做筑底了。就算看到28字头呢，看起来呢升值的幅度跟力道呢，可能就会开始减缓。根据了解，央行除了出手缩减大型出口商每日抛汇价度伫1000万美金，抛汇时间也爱伫早起10点了后才会当进场。另外，央行除了早大休，也透过外资银行了解外资买股的内容，也个敢是将正做借款担保品的美金伫股市获利了解了后，佮将美金同齐抛售获利。专家认为，后半年若台湾出口表现放慢，有可能抑制出口商抛回，有希望降低新台票升值压力。也毋过，市场也咧关注这波汇率升值，敢会影响台积电的获利表现。台积电因为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国外，所以他们大部分是收美元。但是因为台积电最近也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再加上台积电它的很多设备啊、材料、特用化学品也是从国外进口，所以它其实也需要拿美元来支付相关的费用。所以我认为对台积电来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调整。专家指出，其他电子产业万亿获利拢是收美金，也毋过伫支出上，佫毋是付美金，可能会因为新台票升值影响获利。比较新台票对美金升值，三大台股盘中上加捌来到22400点，盘外180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宣布，这新庄朋友原本洗浴清洁的项目，伫个7月初1就会来取消，改用7星区来代替。这互新庄团体是真不满，因为讲呢，洗浴这个服务，即马品质已经退化去啊。看似几个简单的文字的差异，但对于身心障碍者日后的生活却有天壤之别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保障跟模糊不清的一个状况下，我们担心会让行政机关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一个权限。
这新创团体是表示讲，袂当好好洗身躯，这是政府服务退化，也是讲刁工咧甲人侮辱咧。伫咧甲中介者推向长照系统的时阵呢，煞无去注意到，其实这长照系统是无通互中介者来自立的，而且这个长照人员也毋知影是安怎甲这个新创朋友来斗洗身躯，所以民间团体是呼吁卫福部，就要赶紧来修改《身心中介者权益保障法》，互中介朋友会当自主生活过了才有尊严。另外来关心的是，这高雄的公用电车业者高曲比，今年3月的时阵已经结束营运。原本的这业者是答应伫5月底的时阵，就会甲这车全部拢甲收回来，也毋过即马煞跳票啊！即马也是有超过500台电动车，互人乌白拼伫路边，甚至占用停车格。交通局是表示讲，会先代替处理这个车，按算今年7月底之前，就会全部回收。鉴定技术讲，这台电动车顶壳破去，挡啊害去，车厢内底嘛有人钱本数，到底伫遮停偌久无人知。公用电动车高曲比3月宣布停止营运，原地大境要伫5月底进前，甲1200台车回收回来，最后跳票。交通局预估，至少有超过500台车，红四架迄伫咧路边，也是占用停车格。咱实际来到业者暂时营运处嘛已经退租收了。当地里长表示，业者态度消极，市府应该爱较强硬咧。因袂使当初是因甲咱市府配合，因咧趁钱，即马因才要收尾啊，要结束啊，结果搁互咱市府搁开钱去用这物件，所以我感觉市府应该硬起来，嘿，看是要改发啊，还是用啥物步数，互因会当对这件代志会当较顶真呢？占了一个停车格，你会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人会蛮麻烦。因为业者无要处理，现在交通局已经将20万的保证金销定，摕来处理后续的车辆回收作业。交通局表示，业者宣布停业了后，因已经将营业许可废掉，留落来业的处理的车辆大概有600台，对6月开始已经线地回收，按算7月底进前会全部完成。交通局目前已经完成回收441辆的车辆。回收的车辆也将限期高曲比公司来领回，未领回部分则将依规定办理拍卖。交通局讲，除了高曲比，也有一间业者嘛已经停业。目前高雄剩3间业者在做，大约有2700台的公用电动车。里长建议要制定相关的处罚办法，若无像安尼趁无钱就无爱做，留一寡事尾互别人处理，伤过无道理。记者柯家族赵用高雄场报道。高雄新曲宫也有中央公园的相款，伫8、9、10年代时阵是真抢眼。迄当阵有真侪少年仔拢会去到遐踅街甲佚佗，也毋过即阵仔因为这消费形态的改变，这相款的人是愈来愈少啊。高雄市政府是决定要来整顿，推出专业服务费，也有装潢等等100万块的补助。也毋过其实当地业者表示讲，这租金贵才是上大的问题。几个景点的门卡卡拢打出租的广告，高雄新曲宫也有中央公园相款，最近人是渐渐稀微。虽然市府伫去年办圣诞的活动有吸引真侪人，但是店家表示消费并无增加。很多年轻人过来，他提袋率没有提升，为什么？因为商圈里头，我刚才讲最重要，他没有做出差异化。最大的重点是租金啊，你租金这个就已经占了你月营业额的快一半了，那你是要叫人哪哇？因为真侪人拢用网络买物件，加上相款无做出特色，租金阁真贵等等的原因，互这两个伫8、9、9年代捌真抢眼相款渐渐稀微。不过有学生认为讲衫甲小只是较俗，也是会来洗。我天天逛，应该算好逛，因为东西没有到很贵。人客愈来愈少，互店家真惊吓。不过中央公园相款也当咧进行环境改善的工程，经发局也提出100万的补助，希望吸引店家来进驻。补助计划分为专业服务费，也就是设计费上限20万元，以及营业场所装潢费上限最高可达120万元。它必须整体规划，重新去定位，它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特色的店。因为那边其实地点区位是还不错，因为它那边是中央公园地铁站，走出来其实是很方便的。学者认为，除了补助因应高雄的天气，应该加强相款动线有较侪或者是补助文创市仔定期伫遮营运，也是吸引人的方式。不过，当地店家也表示，比起补助，更加希望政府会当介入解决租金上贵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另外来关心的是，这新竹市18尖山呢，其实对日本时代开始就有保存24尊石头做的神像，也毋过最近所有人发现讲，其中一尊买100担历史有100公斤重的这个观音菩萨像，竟然熊无去啊！当地机关是指出讲，因为这个神像呢是无登录做文化资产，所以无负责单位要求市政府爱重视来纳入文资的保护，也爱建立巡查的机制。也那市政府是回应讲，会先派警方加强巡逻。18尖山是袂少新竹市民加入运动的好所在，伫遐有保存对日本时代敬奉的33尊石头佛像，尾仔因为开发造成部分无去，剩24尊。想袂到最近却有人发现讲，其中一尊观音妈竟然也无去啊！民众也曾经向市府通报，得到的回应是未登录文化资产，也没有相关单位直接负责。新竹市文化局在对这些石观音呢进行补登录文化资产的程序，也要建立一套机制、巡查的机制，以及后续的管理维护的责任。是有感情的，只不过它的文资升温也许不像那个新竹州图今年100年，那它因为没有升温地位，所以好像就因为这样子不被重视，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因为被偷。我们就让市民朋友一起来论述，知道这个18尖山的这些宫，它的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新竹市文化局指出，目前已经要求18尖山管理单位加强巡逻，另外后续也会照文资法找文资委员去现场会勘，厘清石头观音的文化价值。后续呢也会依照文资法的相关规定，经过相关程序确认他们是否能够指定为我们新竹市的一般古物。那也呼吁市民呢能够共同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议员认为，无论石头观音未来敢有认定出文化价值，相关单位拢应该爱加强管理，嘛呼吁市民做伙来守护珍贵的历史记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 Trump 接受专访表示讲，伊已经为影音平台 TikTok 去找到一群好野人，要来甲伊买落来。2礼拜内就会公布因的名单。今嘛针对这美中关系呢 ，Trump 是强调讲，目前甲中国是真和谐，甚至针对中国人涉嫌走私病源入去到美国的事件，伊嘛是留啊讲一个尔。今嘛是有日本团体报道讲，这中国是有计划要邀请 Trump 去到中国的天安门广场来看阅兵典礼。中国伫在跳动之下，低影音平台 TikTok 伫美国面临无被特禁的禁令，高达已经有3摆延长宽限期。川普就职时头一摆宣布，期限延长75日了后，直到延长到6月19。这个月较早，搁延长宽限期到9月。川普离高接受福斯新闻网电视节目拜二赛季单未来专访的时指出，已经为 TikTok 找到卖家。It's like TikTok. I'm extending that, but no big deal. We have a buyer for TikTok, by the way. I think I'll need probably China approval, and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probably do it. Who's buying? I'll tell you in about 2 weeks. A big technology company there. Very, very wealthy people. It's a group of very wealthy people. 川普伫接受访问的时也淡化北京有关激进行为的重要性，也表示世界都是安尼运作。这包括伊对中国会有2名中国公民涉嫌走私危险病原体入境美国红利事件的看法。川普是咧回答相关提问，说明家己安怎看待中国偷摕智慧财产权、侵害美国电信系统，甲新冠疫情争议时发表看法，也强调甲中国斗阵和谐。另外，日本媒体共同社报道，有知影内情的人士指出，中国计划邀请川普出席9月初3伫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庆祝大会甲阅兵式。9月也拄到联合国大会伫纽约举行，美国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那这2项计划其中的一项行程，也是川普第2任期以来，美中2大经济体领导人头一摆面对面会面。公司新闻第位编译。再来看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上是来签署退出渥太华公约的启动听书，因为这俄乌战争拍到今年罗西亚拢有用地雷来攻击乌克兰，却因为这份公约，所以受到武器使用的限制。今嘛泽伦斯基决定要来退出这份公约，让两边的战斗力会当愈来愈平等。乌克兰是渥太华公约的缔约国，不过罗西亚不是，所以乌克兰袂当摕到制造
储存，或者是运用会讲台式的地雷。不过罗西亚会使，罗西亚乌克兰战争全面爆发了后，2国拢去互人权观察，甲国际反地雷运动等等的组织大力批评。不过乌克兰因为渥太华公约是去互美了更较厉害，罗西亚使用地雷虽然是无受限制。总统泽伦斯基29签署法令，让乌克兰启动退出渥太华公约的程序。Росія ніколи не була учасницею цієї конвенції і надзвичайно цинічно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протипіхотні міни. Причому не тільки зараз у війні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不过，这项决定要需要经过乌克兰国会批准，而且通知联合国才会当生效。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面对罗西亚的入侵，乌克兰高不离中，无条件都要甲百姓的安全、甲国家的防卫，加做优先考虑的事项。不过，根据公约的规定，退出的时程差不多6个月。到时若要伫武装的冲突当中，这个退出的行动，伫武装冲突结束进前是袂当生效的。泽伦斯基讲，乌克兰对退出的程序有偌复杂是真了解，希望透过这个政治性的动作，向所有的合作同伴传达应该关注的重点。在罗西亚乌克兰冲突3年多了后，基辅的盟友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甲爱沙尼亚这些罗西亚附近的国家，进前都捌做出类似的决定。今年3月，人权组织才谴责这些国家退出渥太华公约的意图。这种地雷若无细致去打着，不是活去方式，一般嘛会断骹断手，对百姓造成长期的风险。渥太华公约有160多个国家签署，不过美国甲罗西亚并无签署。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另外，国内咱继续来关心环境议题，先来看这云林县白寮的苦主单。最近呢，是有民众发现这废弃的水槽车，那像互人倒大量的压榨水，而且呢，这车顶搁挂云林县环保局的布条。云林县环保局是表示讲，一个接到民众တင်情，就去到现场来采样，初步了解，这个厂商甲县政府契约已经到期啊，而且已经过偌个时间过去啊，即马等到这化验的结果出来，就依法来追究。嘿，头家，你来你遮倒工作人员徛伫垃圾水槽再上车边啊，一直用清水甲技术由伊垃圾水向外口冲。伫白寮乡的苦厝段养殖区做养殖的王女士，马上摕手机录影存证来检举，因为这款的情形2-3个月进前都已经发生过。那第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劝说拜托了，不要倒在这里。他都不理我，还跟我说这是我自己的地方，你没有法可以管。我说这照依法就不行啊。养殖业者讲，行为前3月、4月技术偷倒垃圾水，恐惊会污染到附近养殖的鱼运。但是事当时环保局派人采检报化验，并无发现污染物。不过车顶有挂云林县环保局的布条啊，安尼倒垃圾水敢有合法？环保局表示已经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针对业者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毁损本局名誉混淆视听这个部分，我们会来严格的追究责任以正视听。环保局表示，经过初步调查，这是一间科技环保公司。去年5月底和县府签水沟清扫改善环境卫生计划合约，但是今年5月28已经到期。为应该搁以环保局的名义进行清理的作业，而且垃圾水爱伫合法的所在倒，目前等化验的报告出来，会依法究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来关心的是，台东市新园里有一间做豆腐的工厂，那像是长期排这垃圾水，而且排到这附近100多家的农园这圳沟内底，全部都是造成空气甲水质的污染，而且时间已经有6冬啊。附近的居民捌向这环保局来检举，也毋过呢，敢若轻轻甲处罚尔。最近又搁发现类似的代志，所以里面是发起抗议，去到台东县的议会来တင်情，要求议会爱监督县府查明真相。伫新园部落附近的这间豆腐工厂，外观看了像一般的客家，大门是开，涂骹看了是真垃圾。不过，互附近的居民头壳摸咧烧的，是这间工厂那像是排放废水，而且这废水是探去阴残的水沟，造成水沟的鱼仔拢死去，嘛影响附近100多家的农田阴残的用水。目前看得出来，就是鱼仔变多嘛，水足臭的。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已经甲探去阴残的这条水路封起来，不过居民也是真生气。因为前6年前，因的生活就一直受到这间豆腐工厂的臭味，也有废水的影响。有甲环保局检举，环保局来查23届，一直拢验袂出来有污染的事实。早起10点，35个居民去台东县议会抗议တင်情，要求县议会组成专案小组监督县府查明原因。
真的是会影响到食欲，然后有时候你睡觉啊，睡到会被那味道呛醒这样。在还没解决之前，现在请县政府相关单位勒令停工。那他因为有时候去他没有排了哈，当然他有排的部分，外观上当然是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异样哈。这间豆腐工厂八会讲有排放废水甲空气污染的情形，不过居民的感受就是感觉真无爽快。台东县几个关机员表示，会组专案小组来调查。当地居民讲，环保局若是阁唔积极来调查，公开数据，会发动更较大规模的抗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市的复兴公园甲万年公园，最近呢有民众发现讲，这公园内底鸭甲鹅啊，这数量是愈来愈侪啊，而且步道呢有几啊搭拢是鸭的屎，甚至阁有人固定咧甲饲菜叶啊，或者公园的环境是愈来愈抬高。即马县政府是决定伫7月初10以后，无人卖即个鸭甲鹅啊，就会全部送人市，要来控制数量。一外过着日热欢迎，有的是伫水池边咧散步，水池边的草地全拢是鸭鹅，真有自然生态风景的感觉。不过最近就有民众通报，讲屏东市的复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因为有人固定咧饲鸭鹅，甲各类菜叶乌白等伫涂骹。鸭鹅的数量伤济，拢四界放屎，互公园的环境愈来愈垃圾，影响到其他民众使用的权利。但是我毋捌看过因掠等于落啦。就拢逐工就拢有人来饲哦，你敢有感觉安尼愈来愈济安尼？对啊，本来就会愈来愈济啊。关键是盖好啦，毋过你也叫这自然生态，对不对？你也饲甲这几只咧吼。民众看法无相同，复兴公园甲万年公园大约是伫3年前重新启用，当时为着要互公园成做一个生态循环，才放养一寡野生鸭鹅。这几年，煞有民众开始放凊饭、菜叶啊，互鸭鹅食，甚至是厝内无位通好饲，就甲动物放伫公园饲，造成公园的鸭鹅一直生碳，落尾数量无法度控制。统计起来应该是150到160只之间呐。那原本的话，就我们在从其他单位接手过来的时候，应该是至少不到100，甚至可能低于50只。所以目前乍听之下，应该是多了2到3倍。呼吁各位县民朋友共同来维护我们好的公园品质啊，不要以身试法。县府公务处表示，这鸭仔、土鹅有超过一半是民众放生的，这几年开始影响到公园的环境。县府20伫公园内电火条已经打出公告，若是有人放养，就赶紧掠回去。7月初10以后，就会开始掠来减量。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湾即马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也就是讲，这长照的议题嘛，愈来愈受到大家的重视。来看台南市社会局这站呢，是观察到这个专员是差不多30多岁，普遍拢有加较少年。面对这8、9成拢是以台语为主的时代，这语言之间定定会出现断层，惊会影响到这评估的准确性。今仔日因是头摆来举办长照的台语训练课程，希望会当提高未来这人员的服务品质。时代在做金马、甲手尾的测验，佮加考一寡事要测验第2记忆能力，这是要申请社会局长照补助甲服务的必要程序。会由照顾管理专员是在基础内评估时代身体状况、参家庭照顾等，综合判断要用什么项目的长照服务。过程中，照专人员用台语来沟通，不过要像这个少年人讲甲遮断定，实在无几个。时代认为用母语做评估，加甲听有。你又每晚来拢系拢开讲啦，服务介好啊。大部分讲的嘛是拢台语，有拄过讲你若是去讲国语的，伊就无爱接受你的评估啊。嘿，所以阮尽量啦，拢是用台语来甲因讲话安尼。社会局讲，因即摆服务的对象8、9成拢是讲台语的时代，长照照专就是第一线评估的重要角色。即阵咧做这平均年龄伫30至35，普遍较少年。实务上常常拄到咧讲专业词拢会较顿定，社会局惊影响评估的准确度。为着强化因的台语能力，邀请台语老师来办精灵课程，来提升长照专业的素养，嘛通有竞参时代距离。一般的生活台语，伊是还佫会使，较专业的，就是要问讲，你即马生活上有啥物困难无？有啥物欠点无？即个忧郁症、躁郁症，佫有你是毋是会梦想？是毋是有幻觉？这个物件其实若讲，这个少年家因的台语比较表达能力较歹。基本台语的听说的能力，不仅能够提升服务的亲切感以及沟通的效率，
也是尊重在地文化与长辈的一个权利。社会局头摆办台语训练课程，160个人员分配来受训。社会局讲，这是真好鼓励教专人员开喙讲母语的方式，嘛甲失去的台语词搁捡倒来讲，伊嘛按算效果袂歹，后续会继续举办。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这写书法毋但是艺术，而且这写的过程当中嘛，真需要咱的手甲目睭的协调能力，而且可以当训练人的专注力。即马为着要互这项艺术会当结合着台语的推广，嘉义县台语家庭培育计划是甲中部启成文化艺术基金会来合作，来办一寡台语书法的课程，互台语会当有更较丰富的学习内容。讲这一个人如果很有趣味，咱讲这人做熟悉。咱等下要写的是，唔是宣纸哦，是零啊布。教大二的老师伫乌邦来示范伊的写法，为了要增加台语的学习，嘉义县台语家庭的培育计划，就伫社区开办的艺术课程，请老师用台语文来上课，教大家来写台文字的大字。透过这个写大字的过程你会当熟悉足济用文言来读的迄款台语安尼咱对台语的了解才会全面。唐诗三百首，写宋词当然，迄已经足济人写的，而且毋是毋好，只是讲有当伊离咱相远啊。咱写台语的台语文，伊毋若干那文字尔。伊阁有一种教咱做人做事的道理伫内底。中正大学台文所就表示，台语是一种知识的体系，伫学习的过程当中，除了思维的人脉甲口语的表达，嘛应该爱有人文的素养。透过艺术课程甲台语的结合，互台语有更较侪学习内容。大家来研究咱台语的文化，互咱台语更普遍，更较迄种。平常化呢，希望会当学一寡台语的字啊、话啊。中部启成文化艺术基金会表示，配合台语家庭的计划，还有油菜、水墨的台语课程，希望会当伫艺术文化的推广当中，增加台语多元的运用甲学习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另外消息，咱要做伙来关心的是交通部来公布汽车查日纸的指引，建议讲这车内头前玻璃的通光率要爱70%以上，也若正副驾驶的车窗是爱40%以上。若准是驶计程车的，安尼后壁的车窗也有后斗的玻璃，嘛是同款爱伫个40%以上，就是为着要确保这驾驶会当看会清楚。将结日纸高温塑形了后，裁剪适合寸手，刷来个清洁车窗，开始施工打结日纸。为着加强驾驶行车视野辨识甲操作安全，交通部公布汽车车窗甲挡风玻璃打结日纸使用指引，以车辆比条做主要分别。一般车建议前挡打会当见光透过率70%以上，前侧窗40%以上的结日纸，计程车时后车窗甲后挡窗拢是40%以上的结日纸，目前是参考建议。115年了后，新车会强制立管，也有罚则。它是一个这个宣导也是增加国人对于这个粘贴隔热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建议那目前大概规划就是明年那这个交通部还会再另行公告实施的时间点那会从这个新车开始来执行。公路局表示，为了协助民众确认结日纸符合建议，已经请结日纸业者将产品送检，符合标准产品会公布伫监理服务网业者表示，保证民众惯习使用的大部分拢是40%左右的结日纸。新规定是为了增进交通安全，虽然还未强制实施，已经有人直接打70%的结日纸。一样的 CP 值，一样的价位，但是只是说你的隔热效果变成是最透的，所以就是会最差的那个阶级，就是会隔热效果会差一点。配合政府的美意啊，因为毕竟生命还是比隔热重要。现在他先推出一个指引那指引里面有说大家应该要怎么做，那这个时间就是民间可以准备的时间。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路检法规搁进一步，不过目前新制无追究以往无法规范旧车，也希望会当设置落地条款，一步一步推动结日纸透光全面提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最近伫真侪中划区内底呢，是以国际友好，也是讲正门仔市来做车路号名的原则。真侪人是感觉讲这话音无啥好听，嘛有人认为讲是真欠缺这在地性，无法度理解这当中的意义。针对这个问题，市政府是解释讲，这就是为着要展现咱台南是一个国际友善的城市。
台南南区中华区内唯一的道路，未来会号名叫做清心路，也就是用台南市的蒋尾市、日本清心市做名字。虽然名牌还未正式挂起哩，不过已经引起地方民众的讨论。登录吼，一个谐音啦吼，我讲吼，你要就本地的这个风俗为准。地方上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跟他讲说，谐音也好，或者会造成一些误解也好，所以经常跟我们市府在做一个反应啊。但是整个反应的声音好像市府没有听到嘞。当然我们支持，事实上我们真的支持人民，然后希望能够跟地方上结合起来啦。南区除了清心路以外，也有丰正路。当地里长认为推广外交真好，不过宣传无够，民众唔知影甲在地关联性。外规人区也有西区、文立街、富良野街等外国路名。亲身，我感觉足歹听，声音足歹听，我感觉风情，事实也无啥声音啦。地方的名要了解。我想这都代表着我们城市之间的友谊了哈，也希望因为将这些路名哈变为国际化，所以在国际上让大家看到世界的台南。台南市民政局强调，新开的路用有机都市做号名，主要显示台南市国际友善的都市，也希望能提高国际连见度。路名的由来的部分，除了地方推荐之外呢，那我们政策性的考量的部分，我们还是会以国际友好城市的名称来当做路名的部分。但是对于地方的意见部分，我们会尽量予以沟通。新路名选在中华区内底，也因为大部分无民众设置伫遮，减少无方便。地方上声音，市府的细心来听，做以后道路号名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台地计划已经差不多20天的时间啊，即马讲7月初5就要来办说明会，也毋过这主办的机关的煞挂经济部的名，民间团体今仔日是去到经济部来抗议，讲即块140多公顷的土地是由经济部来管，也毋过其实这当中呢有村的大部分的土地依法并无互征收去，所以经济部嘛无权来进行听证会，安尼组织单位就分袂清楚。原来经济部是回应讲，会阁继续和民间团体来协商。违法征收特农区，经济部别淌浑水。民间团体共同也加抗议，为精品国府基建化甲大学城新竹县政府这几年积极推动台地计划，佮按算定收400公顷特别特定农业区优良农地，也公告伫7月初5举行计划听证进行说明会，按过主办机关是经济部引起争议。93年立案的时候，成案的时候，完全是由新竹县政府主导。跟经济部一点关系都没有，跟经济部、跟国科会去陈情，结果99年的11月，经济部他还来了这一份函给我们，他说台湾自治经济区县园区跟他经济部无涉，就意思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民间团体质疑经济部捌伫99年发函表示，台地计划是新竹县政府照都市计划法规定的特定区，毋是经济部权责。即马出面协调公听会，因讲是了落去。专家也表示，依照土地定收条例，特定农业区爱办理定收者，也要经过行政院核定重大建设。按过目前行政院核定，由经济部因管辖面积是141公顷，所以其他200多公顷土地，经济部无权协调。整个计划范围是400公顷，换言之，就是超过这142公顷重大建设范围以外的特定农业区，是依法是不能征收，那也当然不能办听证。经济部横管区是派副局长代表接受陈情书转交内部讨论，后续会搁甲民间团体5大代表共同协商。民间团体也希望经济部唔通讲轻变事主，互地方案件愈协调愈客观。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顶埔车头有一桩100多吨的老青啊，因为破病，所以去年风台来时阵全安尼倒去。这地方呢是发起抢救的活动，互这桩老青啊也渐渐步出新意。也毋过毋知影什么原因，最近这桩老青啊煞互人撤掉，互在地人拢惊一跳。工作人员摕电机来记这桩倒伫涂骹已经上100岁的老青仔，附近的居民是真艰苦，无法度理解讲原底敢毋是讲要救这桩树仔，就要煞4玉树甲伊记掉。唔甘啊，迄都几百年啊呢，去阮倒啦，来要救，来要甲抬掉，我有法度哦。100多年啊，
嘛是一个性命，对无？你嘛讲哦，高价你嘛要安怎创，你嘛刷别位。这丛100年的老青仔，去年因为袂堪的空水风台倒去，当地居民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救，但是老树仔因为黑菌病感染严重，要救无遐简单，也需要经费，所以苏当时间来当先修剪大部分的树尾，和河浜仔减少水分的流失。时间上已经拖了将近7、8个月了，它的生命体的乳汁也都完全都已经没有了，消耗掉了。发起抢救老树仔的议员是唔敢相信，这个县府伊对老树仔是安怎都无通知，敢讲唔知影在地民众对这桩老树仔感情有偌深。我想这农业处也必须要提出一个说明，不是没有经费一句话，或者是推给中央，那整件事情就落幕就没有事了。这棵树的一个褐根病的状态比较的严重。那另外的话，那其实那个地方它的土地的话，其实铁路单位在先前有跟我们表达过说，他们后续的铁路计划会需要用到相关的用地。那其实树木的安全跟环境的安全非常的重要。农业处强调，这丛100年的老树仔已经在今年4月解除立管，按照规定，医毒并无需要通知在地居民。那最后民众感觉无欢喜，会立即检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国际头的资料。北部地区31度到37度，中部地区是31度到39度，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3度，那外岛地区29度到39度。再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